華僑銀行非常榮幸可以再次獲得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，衷心感謝大會嘅肯定同埋中小企客戶一直以嚟嘅支持同埋信任。憑住強大嘅東盟網絡，並且以新加坡為核心，採取新加坡香港雙樞紐嘅策略，華僑銀行致力結合數碼化同以客為本嘅概念，成為中小企長期可信賴嘅營商夥伴。過去一年，我哋持續深化對中小企業嘅支援，包括咗推出數碼貿易融資服務，令客戶可以透過合作平台嘅電子交易數據，直接同銀行申請融資，大幅簡化咗貸款嘅流程。同時，我哋都成功支援咗超過2000位連續創業家拓展業務。此外，我哋亦都積極推動中小企可持續金融框架，協助企業申請可持續發展掛鈎貸款，提升咗市場信任度同埋長遠嘅競爭力。今年我哋將舉辦新興企業獎 （Emerging Enterprise Awards），表揚咗新加坡同埋亞洲區內喺創新、可持續發展同埋企業精神方面表現卓越嘅企業。得獎嘅企業咧，唔單止可以獲得免息貸款獎項，亦有機會同歷屆得獎者交流，建立寶貴嘅人脈。華僑銀行誠邀各行各業中小企參與。華僑銀行嘅價值不僅在於提供銀行服務，更致力成為中小企喺跨境成長路上嘅銀行夥伴，與客戶並肩前行，共創長遠發展。